大家好，我叫雷鋒，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就係持續進修基金。喺呢度我會講下如何申請資格、所需文件等等。未開始講之前，請大家點讚、留言、分享，同埋最緊要幫忙撳埋免費訂閱嘅鐘仔。呢啲就係對我繼續製作影片最大嘅支持。多謝大家。申請者需符合以下條件：屬香港居民並擁有香港居留權或香港入境權，或有權在香港逗留而不受任何逗留條件限制，即在香港智能身份證出生日期下印有 A 香港居留權、香港入境權，或有權在香港逗留而不受任何逗留條件限制，或持單程證從中國大陸來港定居嘅人士。申請人在所選修嘅基金課程開課時，必須年滿18歲。如欲就基金課程申請發還款項，申請人必須於成功修畢該基金課程後嘅1年內，及年齡屆滿71歲前就該項課程遞交申請。逾期遞交嘅申請概不受理。報讀基金課程並已支付全部學費，申請人必須已出席不少於課程總上課時數嘅70%，或課程所規定嘅較高出席要求，以較高者為準。申請人須取得整體分數嘅50%，或課程所規定嘅較高評核要求嘅百分比率，以較高者為準。修讀語文能力課程嘅申請人，另須在指定嘅語文基準試中取得指定或更高嘅程度，如申請人提供嘅申請文件齊備，以及申請人所就讀嘅院校或培訓機構能夠核實申請人所提供嘅資料。基金辦事處會在收到申請表格當日起計6星期，適用於已開立賬戶嘅申請人，或8星期，適用於首次開立賬戶嘅申請人內發出申請結果通知書。如申請人提供嘅資料不完整或不正確，基金辦事處會要求申請人作出解釋或提供補充資料。審批申請嘅時間會因而較長。符合資格嘅申請人成功修畢於2022年8月1日或之後開課嘅基金課程，可不限次數申領合共最多25,000港元嘅資助。首1萬港元資助嘅學員共付比率，即學員本身需負擔嘅費用嘅百分比，為課程費用嘅20%，而餘下嘅15,000港元資助嘅學員，共付比率則為課程費用嘅40%。舉例1，假設申請人從未申請過持續進修基金，他可以使用原有嘅1萬元資助及新增嘅15,000元資助。首先，他要用盡原有嘅1萬元資助才能使用新增嘅加碼資助。申請人在申請使用原有資助時，需要自行負擔20%比例學費，加碼資助比例學費則為40%。假設所要報讀課程費用為15,000元，原有資助嘅1萬元一定將會用盡，餘下嘅5,000元再扣除2,500元嘅自行承擔學費後，將享有60%加額資助，即1,500元。申請人需自行承擔3,500元，原有資助需要自行承擔2,500元及加額資助需要自行承擔1,000元。基金賬戶結餘為13,500元，可獲發還資助為11,500元。舉例2，之前曾經申請過持續進修基金，而賬戶上有結餘仍未用完。假設申請人之前有2,000元原有資助仍然未使用完，那麼他可以使用這些未用完嘅資助2,000元及新增嘅15,000元加碼資助。當他申請使用原有資助時，申請人需要自行承擔20%學費，而加碼資助申請人需要自行承擔40%學費。假設課程費用為16,000元，餘下嘅2,000元原有資助將會被用盡。餘下嘅14,000元會在扣除500元嘅自行承擔學費後，將享有60%加額資助，即8,100元。
那麼申請人需自行承擔5400元，而申請人需要總共承擔學費則為5900元。原有資助需要自行承擔500元及加額資助需要自行承擔5400元。基金賬戶結餘為6900元，可獲發還資助為10100元。舉例3，之前曾申請過持續進修基金，並已用盡晒之前嘅結餘。假設今次學費為17000元，那麼申請人全數學費會按加額資助嘅40%共付比率計算資助。所以其需承擔嘅學費為6800元，而基金將提供10200元嘅資助。基金賬戶結餘為4800元。電子申請，為節省紙張及簡化申請程序，申請人可選擇在網上填寫及遞交持續進修基金申請表格嘅電子表格及相關證明文件。申請人可透過網上平台填寫及遞交電子申請表格。非使用智方便+嘅申請人，須於網上成功遞交申請表格及所需文件後1個月內，列印電子表格及再釘報聲明書簽署，並遞交已簽署嘅申請表格列印正本至基金辦事處，才視為有效申請。使用智方便+作數碼簽署嘅申請人，則無需遞交列印表格至基金辦事處。紙本申請，申請表格可在基金辦事處或各區民政諮詢中心索取，也可從本網頁下載。申請人須把填妥嘅申請表格正本連同所需文件副本，即單程證如適用，語文基準試成績單如適用，繳付語文基準試考試費用嘅證明文件如適用，及載有申請人嘅姓名、賬戶號碼及銀行名稱或銀行編號嘅銀行存摺首頁或月結單，郵寄或親身遞交至基金辦事處。新界荃灣青山公路388號中染大廈25樓07至11室。持續進修基金辦事處熱線電話31422277。我今日嘅分享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收睇，拜拜。